开始直播。哦，226页吼，啊，你若是网络顶即个文本吼，就爱即个第，这是分做第几啊？第8啦吼。其实含原子的即个浆糊的分法无啥共哦，第8。如果较后，较上正后壁啦吼，差不多4/5的所在啦。好来，我要开始来读吼。芭比，你今仔日拢点星星。好，226页。就是地理吼，因大家即只人物小介绍一下吼。故事本来一开始的主角算是饮局啦吼，伫菜市仔卖菜饮局。饮局伊一个老师吼，屈先生，28的时阵失踪去啊吼，去互掠去就无转来啊。屈老师因后生小说家伊名袂记吼。阿德啦吼，阿德了，但是啥物德煞袂记吼。所以故事一开始是阿德和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即个感情的即个故事吼。迄查某囡仔是白水湖好野人因兜的即个小姐吼，但是最后无结果。无结果后来即个即个阿丁呢，就和另外一位先生吼，另外一个查某老师吼，行做伙，但是故事还无煞来就无交代，煞来就跳来即个饮局的查某囝叫做迪丽。迪丽呢，伊嫁互另外白水湖迄当阵去互掠去的两个人，就是一个曲先生，一个是一个医生姓黄吧，黄医师。黄医师伊的后生吼，伊有3个后生，水林、水啥物水吼，拢伫即个陈锡牛吼，伊就因为即个医生去互掠去就无转来嘛吼，所以陈锡牛伊个个性诚倔强吼，伊后来就拢买互伊的后生去读书吼，后来拢去学功夫吼。啊，即个其中即个敢若是大房水林是咧做肉的吼。目枪啊，伊的后生，叫做水林，伊就是第2啊第3房啦吼，袂记是做啥啦，是做电器行的吼，电器你修理电风、修理电器的吼，名我煞袂记吼。伊就带迄个饮局啊，吼，饮局就是菜市仔卖菜，即个饮局因的查某囝叫做迪丽吼，所以迪丽就是嫁互即个28受难的家属，其中的另外一个受难的一个迄医生，因兜敢第3房还是第2房吼。好，啊，即嘛故事就是来到遮讲，迪丽和伊大家就是迄个先生娘啦吼。因先生去互掠去的迄个医生馆的先生娘吼，是伊大家吼。大家咱故事即嘛就是即个对话啦吼。大家和迪丽的对话，我搁现转去头前一页去吼。这现页即慢呢。大家叫即个迪丽来食饭吼，你嘛赶紧来遮吼，等冷去吼。好啊，连伊来吼，迪丽就坐我来吼。天白才爬入喙，就讲哇，今仔日番薯红心的5号种的吼，紫色敢若即个暗两仁的吼，因大家嘛讲。搁现页，大家嘛讲有比黄心的较好食吼。我看水林加添半碗，剩这你敢会饱吼？弟弟讲有够。因大家无讲话，就搁讲将迄个
鼎内大半碗，着搁添互伊吼。伫你知影无通闪吼，着家拢食了。前回毋捌看过即种诶，今仔日若有吼，着爱加买2棍。这弟弟讲诶吼，啊弟弟因较早因老母着咧菜市仔卖菜吼，因大家讲对啊吼，加买2棍吼。食饭了，弟弟甲碗箸洗好，去后院披衫，全部套动。一看时间已经差5分要9点，伊就甲菜篮找出来，准备要去买菜吼。皮包内底一张500箍，应该是有够吼。伊行到店头前，水啉当鸭头咧修理电风吼。讲这水啉是因兜这三兄弟仔学功夫内底咧学电的啦吼，做修理电器。迄个电风的扑拉撇啊，顶头的乌油吼，抹甲伊规手。弟弟讲，我来去买茶吼，伊讲一声，也毋知水啉到底有听入耳无吼，家己就出门来。菜市仔离店面敢若有2分钟的路，因老母已经70外咯，也有10外年无咧卖菜。2个小弟，弟父是啥？阿进啦吼，阿进伫个邮局吼，2个小弟，一个是伫个邮局上，一个阿进伫个邮局，一个阿进伫个卫生所咧上班吼。单位早就已经迄个算让别人啦吼。市场对弟弟来讲吼，是比灶骹搁较熟吼。弟弟平常时来去，拢是共款的心情吼。想知影今仔一行到遐，人差1点仔就硬去，咱电话讲到遮，发生啥物代志呢？即边看过来，迄边看过去吼，整个菜市啊已经散市，卖鱼的即嘛敢若即嘛有3个单位，拢已经咧洗鱼架啊吼。卖肉的早就毋是水量白啊因啊吼，足早就换人吼，是外地来的2个少年兄弟，2人当咧收一捆猪刀吼，啊声轻轻锵锵吼，声音诚大。弟弟毋敢相信家己的目睭，伊伸手看表啊，讲啊，毋是才9点3分，敢是表啊歹去？啊是几点？恁遐拢卖到无半项。2兄弟仔笑讲：哇，你真无通光，即当阵才来。昨暗满天落银票啊，你无捡着哦？即种菜市仔即种情况，恁可能无感觉，或者是毋捌经历过啦吼。我住咧庄脚吼，真正是选举了后第2工就是即种情形吼。确实，伊这毋是什么文学的迄种什么夸张的迄种写法咯。事实上，真正就是安尼吼。第2工大概是笑嗨嗨，逐个拢手头迄几百箍，拢是进前迄个行路工摕来咧买菜。啊，即种拢开足紧的，绝对袂逐个袂欠即种物件吼。好，弟弟呢无话通言吼，白生一双喙，一个字吼，那一双喙，一支喙啦吼，字可能写毋对，印毋对。即时呢，也有妇人人教，一看情形就讲，啊是鸡远用抢的哦。啊，伊若讲看一下弟弟的菜篮，含伊同病相怜啦吼，就是2个拢相款拢无买到菜，啊水啉少啊，你也拢买无。弟弟就讲，讲了这买票吼，阮爸啊，阮爸较早甲故意讲故事啦吼。较早阮爸吼，伊是即个你兄我弟吼，逐暗就是一寡伊的朋友换贴的来相撮，踮咧厝诶泡茶开讲安尼。阮兜是强棍，但是呢，伫咧选举的前一暗，绝对是早就叫人去走就对啦吼。逐个拢拜托紧先离开吼。其实嘛无啥人会行在路迄暗会来啦吼，逐个拢伫厝诶。等啥？等到差不多10点11点过了后，就有人摕簿啊吼来甲你发单啊吼，啊恁兜算3票，这一人200箍吼，拢总600安尼，啊这摕钱含即个宣传单，某米人的即个宣传单做一个领长吼，做一个来分互你讲这是某米人安尼吼，拜托。
啊，伊若毋是干那买一个啦吼，啊，搁另外一个，好比讲总共加起来偌济钱，一人偌济钱，做一个摕互你安尼，啊，算大哈。这是迄个国民党的违法啦吼，真正是动用林长来阮兜来到阮兜一户你分的。啊，你若毋是国民党的嘛是会买，嘛可能有买票啦，但是毋敢遮嚣摆啦吼，叫林长来甲你发啦吼，较谨慎啦，啊嘛，而且夜市嘛较谨慎，伊嘛毋敢黑白遐吼。啊，第二工呢，逐个像即摆逐个拢透早就紧去转票，我甲你讲，阮爸拢拖到上尾1点钟。为虾米？因为下晡可能有人要催票，会过来甲你买安尼吼。即阮爸你看已经卖票卖到捌到即种程度。啊，第二工就是我拄则讲的，你即嘛看者吼，迄是较早吼，恁讲实在无机会通逐个宣传，较早国民党是安怎咧买票吼，就是安尼咧买吼。好，好，咱继续看落小说吼。是啊，即个猪肉嘛买无菜嘛吼，讲是啊，也毋知啥要天年啊，有钱煞买无物啦吼。有人讲，我著晓知啊，今仔日一定是即款的，所以提早半点钟出门，竟然嘛无违法吼。猪肉也一时煞听无。因是有分互我啦，啊，我想讲摕即种钱有食嘛无生无机夫，这是安怎讲？一定歹巴肚啊吼！种人却讲毋摕。敢是恁老爸老母生你大口袋哦？有钱袂晓用啊，我摕也袂得，袂摕也袂摕也袂得咯。这是写了足算足客气的吼，无直接讲吼。你自头到尾无讲选举买票吼，这联合报甲出版即本资原来食假但是伊原来写啊足客气啊吼。讲半工，其实才知影即代志。原来明仔载要选举哦，佮讲着吼。伊过水林伊啦，歹势，毋是第二工哦。迄工人摕着，你看迄工着随去买啊。但是我印象中袂逐个透早来买票啦，拢是前一暗的半暝啊啦吼，应该是第二工啦吼。这是伫你过水林以来吼，每隔3-5冬倒一个选举。原本呢是地库味素吼，彩色膏吼，这两冬换做现金，还袂记以前吼选举团员啊吼，人是讲听着讲选举的团员听着啦吼，结婚后以后才较变较少啦吼，这是伊讲伊还袂记真正听啊，结婚以后就变少吼，因为水林因兜含塑壳鱼啊因。条仔骹绝对袂行骹到，因为啥物？因是日目受难者，条仔骹知影因绝对袂转互国民党，所以毋免买钱，这钱省起来吼。知影这，所以条仔骹知影因两兜拢有即个即个缘由啦吼，即个缘故。伫你足气诶吼，伊嘛讲啊，因咧印钱票，押出去无要收诶哦，日后是要啥物人要凄惨吼？这事实啊，就是安尼啊，因出去敢无要收，就是要收嘛，逐个拢知吼。富林人嘛讲吼，是啊，啊食到一巴肚圆圆是有啥物意思？讲到遮，两个人拢行到即个塑料的单位吼，买一寡豆皮吼，蝴蝶台语是毋是叫蝴蝶啊？我毋知吼。佮经2杯青菜，伫你讲，即2工吼，清胃肠啦。啊，无人规定讲，逐工都爱食鱼食肉。有人就呼声讲，永日啦吼，白水湖一个钱伯啊，人闹即句话啦，讲早去早转遮，无去早去早食早转去啦，无食无代志吼。两人吼，就烧少就转去厝吼。经过里长因兜吼，里长遐看到一大群人小谈一个原来。乌鸟蛋啊含心，即马乌鸟蛋啊做已经做大家吼。乌鸟蛋啊含新妇互相拍到头，老尾老弟吼。当踮遐恁老公要收要离吼，富人人嘛拢过入去看闹热，伫你无兴趣看吼，家己就一个人转来。一入门，水林看伊表情问讲：啊，你是食着碰饼哦？伫你无讲，无讲话啦吼，先转去厝呢。洗手面吼，佮甲温泉的水倒一寡来润喉吼。
我嘛来啉者。佮倒一杯来到店前，互水啉。伊才家己开喙讲，现时才有声，拄则吼，若喉咙歹去。结婚遮久，伫你从来无即种怪形状吼。水啉嘛知影想讲想嘛知影有代志，就听伊讲诶。七早八早，猪点光溜溜，连猪皮都无吼。你要看啥物代志？现伊啊，吼，歹势。水啉讲禁毒就是袂使，比如讲迄工庙做笑啦，即类诶啦吼，逐个食菜吼，遮毋是咧。水啉佫讲，无是台猪咧娶新妇哦，家己厝内要用。弟弟讲，你莫我别乱讲啦。买米免钱，逐个用抢诶。敢是买米免钱，逐个用抢诶哦。弟弟讲，正正去互你撩着吼，免钱啦，真正是免用家己诶钱吼，也毋知是用啥诶，以后欠啥诶笑。水啉一听，都无讲啊吼。弟弟廖准讲，伊是咧收你物件吼，无你注意收。谁知影伊就忽然间冒一句话出来讲，好好诶喙，何必去讲即寡人啊？弟弟就无话讲吼，行转去灶骹，看到阿五诶背影，阿五是另外一条啦吼。伊诶毋知是阿姊还是阿姆啦吼，当伫咧水槽遐咧囥一条细条三层肉。阿嫂，阿嫂吼，安尼是安尼遐诶。阿五回头过来讲，我想讲你晏出门可能买无半项，我8点20到，敢若剩这啦，留一半啦。伫你找着钱袋啊，手还袂伸入去，阿五就伸手甲伊动咧，一面轻声甲骂，你是要笑死人哦！阿五转去了后，弟弟才开始洗米煮饭吼，煮中昼。逐遍啊，看到因阿嫂吼，伊拢是会想着铁城因兄妹仔。铁城自细汉到大汉无摕过第2名，即铁城是因即个大条诶囡仔啦吼，就是水啥物？袂记啊吼，最捌诶迄条因诶囡仔吼，铁城兄妹仔。铁城自细汉到大汉毋捌摕过第2名，连大学毕业就是吼。做阿兵哥退伍25出国，4年半摕到博士。铁城出远门7冬，从来毋捌转来吼。有时会寄对美国寄明信片吼，转来。众人就欢喜半工。后来分局诶警察才来讲，恁黄铁城伫美国，定来咧批评咱诶政府吼，当然袂当转来。伫美国批评政府，伊就知影，一个分局诶局长，在地即个分局诶警察就知影吼。啥物人通讲无是，就是马英九嘛，就是马英九嘛，咧吼。我无甲恁变，就是马英九啦吼。恁上好写批假伊莫骂吼。伫你毋知吼，铁城到底是咧批评啥物？但是伊明白，自从迄当年伊送便当互铁城，到后来嫁互水啉，铁城拢叫伊阿进吼。到伊出国进前，自细汉到大汉，伊所看到铁城一直拢是诚信正直的白水湖的好子弟。像今仔日菜市仔来即种代志吼，连伊就生气，莫讲是铁城吼。铁网大学毕业，铁网是铁城的小妹吼，就是因即个受难的即个先生的因大条的即个后生，大条的即个查某囝，算查某孙啊啦吼。迄个铁网大学毕业是全校第3名，本来要出国，想啊，伊阁加做2年代志，趁一寡钱。较早黑名单就是咱感谢即嘛吼，即嘛伫咧台面上的一寡马英九因迄挂啦吼。家己轻松厝呢也无负担，即几年拢伫台北，过年才看到人吼。恁若是早远，也毋知一时才会转来吼。即几年，弟弟愈来愈了解因阿嫂的心事，伊家己迄2个吼。阁过3-5冬吼，也是要行即条路，嘛是相款的问题。
伫你毋知影讲出国对因兄弟啊，甚至对因爸母、对因翁仔某来讲，代表啥物款的意义吼？伊是感觉讲，过水啉以后，连心肝都拢毋是家己的啊。昨昏伫你伫咧邮局拄着，是歹势，我手机啊是阁无声去啊。我知影即嘛有啊，因为我手机啊拄则screen saver。我跳去 screen saver， 敢若声音就无去啊。但是我无注意咧看手机啊，所以我无声，我家己毋知，我拢咧看电脑嘛。所以我若无声，恁就甲我出声者，甲我讲者吼。我是读到对。囡仔一早远，也毋知第时早转来，拄则有读到遮无？就是弟弟啦，弟弟讲，弟弟铁网啊，铁网，铁网本来要出国嘛，后来伊就搁加做2档的工课，家己轻松，厝里较无负担，安尼对遮开始读起，是无？毋是哦，我拄则是，我安尼点睛遮久，无人甲我出声甲我话者。小等下嘿。恁若无出声，我规本读煞时间到，我着规店收单。我咧讲，好，OK。讲迄个铁城足诚信正直吼，是白水湖好兄弟啦吼。像今仔日菜市仔内即种代志吼，连弟弟都会生气，莫讲是铁城吼。啊，弟弟是铁城阿姊嘛吼。铁网大学毕业是全校第3名，铁网是铁城的小妹吼。大学毕业第3名，本来要出国，但是想会阁加做2档代志来趁一寡钱。现野，我现野甲你讲啦，现野绝对定去。加趁2档仔钱，家己轻松，厝里嘛较无负担。即几年吼，伊拢伫台北，过年才有看到人。囡仔一早远，也毋知一时才会转来吼。即几年，弟弟愈来愈了解因阿嫂的心思，吼，大房的迄个阿嫂的心思。伊家己迄2个吼，搁过3、5档嘛是要行即条路，嘛是相款的问题吼。弟弟毋知影讲出国对因兄弟啊，甚至是对因翁仔某2个，到底代表啥物款的意义吼？我手机迄个电脑无电，要叫插电，稍等。弟弟即敢觉讲，过水啉了后，连心肝都毋是家己的。昨昏弟弟伫咧邮局拄着数学仪吼，数学仪就是受难的迄个老师啦吼，2个拢先生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啦吼。老师的因某叫做数学仪吼，是叫数学吼。弟弟伫咧邮局拄着数学仪吼，伊赶了赶一个包仔吼，细细的包仔，要寄啥物？细的即个包裹，毋知要寄啥物物件，互伊台北的2个孙啦吼。弟弟结婚了后第2年，区老师带一个，区老师就是伊迄个受难的即个伊老师，伊的后生嘛是做老师啦吼，阿德啦吼。区老师带一个鹿港小姐吼，拄则讲的就是后来伊就含另外一个鹿港一个。另外原来是老师结婚吼，圆圆的下海笑起来真古锥吼，学生囡仔拢叫伊颜老师吼，姓颜。颜老师骹手紧吼，一遍生双胎，生双生吼，老阿嬷有够欢喜吼，两个后生含铁骑同龄，共号啦吼。铁骑是啥物人？铁骑应该是可能阁是铁城。我毋知吼，铁网的，可能是铁网的，想无因兜敢阁有一个叫铁骑吼。好，2个后生就是即个颜老师的2个后生啦吼，阿德的2个后生含铁骑共号啦吼。今年全考调前3志愿，一个土木，一个资讯，一个主管，伊家己嘛分袂清楚，到底迄是咧创啥吼？只敢若知影讲，一个咧起厝，一个咧做电脑，一个咧管人做头吼。
曲老师即嘛已经是校长，早应该改喙叫伊校长，但是伊定定拢换袂过来曲老师做校长第2年，学校周边的即个你前地学生去挖着白骨头一层一层往顶头抱去，经过白水湖去用掠早的一个艇厝，忽然间去用掀起来曲大哥通知水源甲水林兄弟曲大哥就是即个校长嘛，就是迄个受难的老师。曲大哥通知水源、水林就是医生因即边两家人悄悄赶到现场，连因老母就去，连因就是弟弟的老母嘛赶到弟弟老母对即个老师因即个家庭足帮赞的啦先到的有警察、记者引魂人甲引魂的师公嘛含镇公所的职员捡掘的师傅依照民间的即个习俗就是民间的风俗啦反腐家属都爱添即个乌色的雨伞，掠伫个即个头面骨莫叫日头直接晒。代志已经过了40外冬，两个白水湖的好汉拢已经变做迄个高大的骨头啦变做骨骨。一面捡伊弟弟含因老母陪因担家含束缚伊，无声吞泪，所有的梦拢伫咧即堆铁镜之下碎灭去。因担肝规个身躯是拍倒的拍低头壳。由后头骨、后头壳往天看会出来，目镜落去伫一边目镜倾早就已经歪到毋成形去。曲大哥的老爸是一个靠一粒手表仔壳能无误两人相距无够1尺，诉求伊也提起讲。迄个手表仔因为是前一工歹去无咧行，本来应该送去修理，差错过去，因此呢，才靠即粒表仔才认出来众人拢知影迄当阵的状况，所有会当用的物，拢去用绑走，就是身躯顶的物件，拢去用绑走啦，表啊啥物会当摕拢摕走无咧留的就是迄个人足可幸的啦，就是。那土匪就对啦，即无啥物好形容啦，就是土匪。伫咧看到迄个尸骨的迄碟弟弟嘛煞明白过来。自当年到即嘛，因大家是安怎伫咧含即个世间咧拼斗？迄一碟伊了解伊全部的心情弟弟也扫外家伫咧附近的即个郊外东鱼寮出白水湖2-3里，遗骨捡好了后，水源现业老丈人水源的老丈人提供18坪的即个考地考旱地啦两家合议各自伫咧遐做梦安葬。自安尼以后，两家的情谊更是不同两家即个交情啦，搁较无共啦搁较无相，因两个即个厝里的即个时代，拢是迄当阵做一个伫遐去用庆杀的嘛曲大哥定定来找水源，也会过来即间店来小坐一下，含水林因开讲总是愈老愈知影啥物可贵想起来就好笑。水源、水林这2个月，竟然为着一项代志咧相争。最大兄是讲，伊的囡仔大啦替啥兄妹不时也会寄钱转来，伊有做无做嘛，拢好过日这2冬伊就无咧做肉啊只敢若采一寡迄个散普鲁啦样品卡塔罗古行录。人客若看介意拍敲电话订好大卖工程也是中半晌就会送来加轻松袂少啦，所以即嘛，敢若做买卖确实水林含即个弟弟因翁仔某是铁匠兄弟
因铁匠兄弟，就是因的后生啦，叫铁匠吼。兄弟才读大学1年啦吼，10、2年吼，正当要用着钱，所以就提起讲，就是大哥的啦吼，水源就要大房提起讲，不如吼讲老母1年趁天，就踮遐伊遐车就好啊啦吼。意思是大哥要饲啦吼。最大兄是一片好意，我像手机啊摕起来，所以若 screen saver 是迄个画面是乌去，我就看着吼。最大兄是一片好意吼，谁知影水灵竟然讲，老母寄你饲，啊我的腹肚规气嘛寄你食啦，看会饱袂吼。水源翁仔某以后就毋敢佫讲起吼，伊过了后就念水灵讲，你讲迄啥物话？哪有你饭寄人食啦吼？水灵讲是啊，啊饭若袂当寄人食，老母哪有寄人饲啦？伊安尼一讲，弟弟嘛一时仔早无话通讲吼。那安尼吼，就是个人的代志啦，袂伫三退吼。安尼讲嘛是对啦吼，弟弟嘛干那只有听的份吼。除非讲有一工吼，饭若也会当寄人食吼，老母才有寄人的道理啦吼。一个下晡，弟弟就东想西想吼，一堆过往像水安尼，像水直直涌过来吼，袂收煞吼。到要暗要困的时，到暗要来困的时阵，伊牵因大家入房，楼骹敢若因大家一间内房，伊含水林甲囡仔拢伫咧2楼。当初时做即个决定，就是袂放心讲伊爬悬爬低。老好人坐伫咧面床头，已经爱困吼，已经有爱困时，弟弟呢，伊就替伊甲即个网搭经好好，又看，佫看细细吼有徛芳无吼。才互伊倒入去网搭内，也毋知为着啥物吼，连11个天也有网啊！已经替大家挂20年的网搭，无论是冷热寒吼，还是热，老人已经拢惯势，一日无挂网搭就困袂落面啦吼。啊，即个大家新妇。一开始还佫会讲2句仔话吼，现也，据讲后个日要娶孙新妇啦，铁网过年前会转来，啊又写批讲伊出国延期另外换学校，我嘛足久无看到伊呢，毋知变安怎。后来弟弟就无听见回应，敢若有即个算你困的即个。喘气的声吼，看伊甲双目开开吼，弟弟会当了解讲，我咧对伊来讲是捌是偌尼艰难的一项代志吼。即马倒伫遮即个人，就是安尼拼过来吼。伊捌问过水林讲，你国校啊时阵第1名毕业，恁老母反对你继续升学，啊去。学师仔食苦，双手乌扫扫吼，你会怨叹啥？水林讲，我学修电器线路吼，结果是去电着手疼，无算啥大苦。水源着较可怜，伊着爱排师傅厝里的囡仔吼，一面做工。囡仔若放尿吼，啊先生娘买菜无伫个，抑是无安怎无来退换吼。伊是定着一领衫，澹穿到焦，焦佫穿到重。我根本读袂落去。迄当阵伊才15、6，人生有艰苦吼，就是你想看嘛，因本来是先生，即个医生的后生吼，啊，佫2个拢足敖读书的吼，迄前途是，当然毋是敖读书迄个医生，就是讲对因来讲，因会当。因有兴趣做啦，无一定讲互因老母，其实是互因老母逼的，逼去做去学师仔吼。好，水林逐遍讲到遮，弟弟就艰苦啊，就哭起来吼。啊，水林讲一遍，伊就哭一遍吼。后来水林就无爱佫讲吼，伊敢若讲，阮老母有伊的缺点啦，但是阮就拢敢若想着即项尔吼，算袂去怪因老爸老母吼。老爸出代志了后，伊就无佫嫁，
像窗箍伫甲阮箍条咧，即个鸡毋知无四线，阮兄弟仔毋知无分开。伊安尼讲，结果弟弟嘛想要哭。即点吼，你一定爱了解。弟弟伫咧小学课本读过惊之鸟啦吼，惊之鸟啦，你若真正要读惊弓之鸟吼，伊想讲，大家正是迄只鸟啊吼。弟弟毋知，就是讲，伫咧迄种时局袂明吼，一路读书落，看着不公不义，就会开喙来评论。这毋是会去制造一个悲剧嘛吼？这是弟弟无理解啊，因大家其实就是想到即点吼。所以呢，因大家毋敢搁做试验嘛，真正是胆寒吼。大家已经76岁，也毋知影讲抑搁会当含伊做伙偌久。想到遮吼，弟弟就一阵的心，这是心刀吼。伊一日活过一日，就为了人世要行伊一个公道吼，就是讲因大家啦。像数曲仪嘛已经75吼。现业读到我根本读袂落。啊，伊的大家迄个老先生嘛，已经90外吼。即嘛是你讲啥物人，我来看无吼。OK， 连伊就是也袂记咧讲家己真正是几岁吼，像敢若是95还是96吼。因即般苦活咧，就是你等真相大白迄一天吼，迄一天一时才会到咧。好，第9回，铁网接到贴仔的时阵，手伫咧掣，伊强作定睛，将伊拍开，自头到尾，伊看了2遍，字都无漏交去。但阮亮王言，这应该是读言吼，我摇啦，有兴趣家己去现遮里底吼。伫199毋知偌侪年吼，6月3日伫咧芝加哥市和平教堂举行婚礼，各处敬告诸亲朋好友吼。铁网目睭开起来，想到因两做新郎的样吼，然后踢开，将红贴仔对准即个粪扫桶吼，弹去吼，现业。即寡时阵，以来已经2个半月。老总的有7、8个大会议，拢是由即个铁网代表出席，又搁配合开发部门吼，经过个新产品的说明，伊根本无去注意着讲，伫咧伊利诺伊斯的迄个温量吼，是起怎样的新的变化。温量会使啦吼，当会读。温量大伊一届。2人拢是登山社的会员，不时伫咧活动中心拄着。铁网后来又搁参加神戏社吼，神戏社款吼，晨曦吼。伊甲伊听佛学讲座含有关的即个主刊。大学4年吼，大4的时，伊已经温量已经毕业，一个礼拜有3张批来吼。若是伫咧即嘛，伊当然是知影讲伊知影讲是伊无聊，知影讲即个是温良家己无聊。但是迄当阵呢，伊是铁网无迄个能力看清代志的即个真相，2人真紧就变作好了吼。毕业了后，铁网做过1年的即个助教，拄啊好温良第2年做武官吼，伫咧台北，2人斗阵的时间搁较侪，搁较亲密。但是迄种亲密，定定是基于某种状况，若要搁落去，铁网就会跳开。为虾米？因为我是白水湖人，
白水互查某囡仔敢若伫咧结婚了后才 touch 性吼。为了即个原因，两个人彼此搁一两个月无咧讲话吼，无咧联络。这其实就是两人中间上大诶即个差别吼。但是铁网迄当阵伊毋知，伊毋捌啦吼。早先铁网想甲足简单，阮娘出去一冬，伊随后就会到。即间世界级诶电脑公司伫咧台北诶分公司，整个制度、年薪、福利吼，拢叫铁网着爱安尼做决定吼。加欠一寡就对啦，出去都毋免出去读书都毋免，搁爱去阿鲁拜吼，免去拍工吼，学费就会当较早念完。即卖已经是5个诶，即个下旬吼。伊原本6月初就会当，就要提出即个要辞职吼，出国种种诶准备嘛，一直一项咧进行。无想到讲，阮娘先来即张纸贴啊！即3个月吼，两个人本来就有一滴仔各样啊吼。拄到阮娘拄到美国诶时阵，伊一礼拜2通电话，半年了后改做1通，甚至1张 fax 吼，传真啦吼。顶个月两人竟然伫咧电话内底就差点冤起来吼。铁网甲咱问讲，你最近你问啥物，咱拢无动静。即个阮娘竟然回印一句讲，查某人倒位快乐就倒位去啊！即个铁网伊若是有够清醒吼，当听到阮娘讲即句话时阵，伊就应该要知影，两个人中间出现啥物状况。逐工你含机器做斗阵吼，有时人就变了较罕的你用头脑咧思考。铁网呢，迄当阵嘛，毋是讲全部无感觉，只是讲无迄个气力通去详细去想吼。伊嘛相信讲，有时深想往往会变做另外一种伤害，因为代表互相无咧信任吼。做学生仔诶时阵呢，伊住伫咧地沟女宿舍吼，共识诶一个物理系学子吼，毕业进前捌留一句话落来讲，查甫人其实袂啥物堪得迄个寂寞啊吼，你毋通讲你毋通摕即个做时间做伤久呢。袂堪要试炼啦吼，迄当阵也无网络，无法度通吼 video call。如今做出安尼即个实验，又实在是有想要哭，又感觉佫实在好笑。即个变异诶时代，变异诶时代吼，是疫吼。亦是变换啦吼，伊听过100个以上，我拄则意思是讲变异是无共，疫是变换，无共的汉字吼。即个变异的时代，伊听过100个以上差不多安尼故事吼，但是无想到讲，家己嘛伫咧即种相款又搁即种有够俗气吼。逐个无讲俗气，逐个安尼讲袂记吼。即种结局内底，家己嘛是即个结局啊吼。以后过2礼拜，铁网平静，甲原本的工作甲结束。公司证人早就知影讲伊要出国摕学位，所以敢若提早半个月离职嘛无意外吼。早前伊申请含阮娘相像的学校，安尼即样代志一来，即个喜帖啊吼。甲整个计划拢拍乱去。即马呢，第一个浮上心头是讲暂时无爱出国，伊实在无想要看即个人吼。美国学校一堆，伊会当阁申请，明年再阁走吼。第二是都离开台北，啥物都拢莫做，啥物都拢莫想吼。无论如何，就是爱离开。即一工，铁网退房做，甲厝退税厝退掉。无用不管是无用有用的吼，拢处理掉吼。所有会当卖伫的物件吼，伊拢来等去甲。包括两个人合影一寡相片甲往来的书信吼。伊拆一早起才甲即几年的
感情拢变做一部粪扫，人生有够无常。无用规半工，只敢若流一骹大一骹甲一骹细两个骹蠓行李。伫咧离开台北的即个进程，伊想着讲，伊想着安尼几个人伊先转去学校到5、6宿舍去看铁江铁骑所以即个铁江铁骑，我即满才知影是迄个拄则有想着铁江铁骑，就是铁城的结拜兄弟嘛结拜小弟啦。因为迄个第2帮较晚娶嘛，所以年号就差较侪好，伊留5000箍互两个即个结拜小弟嘛嘛早高志去看屈崇德老师的两个小囡仔屈崇德即摆恁做校长嘛伊有来去看伊的迄两个囡仔然后伊才开车伫咧学校内底踅一日。平常时外口的车是袂当凊彩入来但是因为校警还没相捌，伊佫甲驾照压伫遐伊伫咧共同教室附近停落来了后，忍不住行入去即个土壤肥料组迄个小白门。较早伊含阴凉伫遮会当会相用。细条路小路直行四西拢栽遍栽饭，这毋知是读书无饭树甲柿树路上尽头就是路上尾溜有一丛老桃3月的时阵，规丛顶下开千外蕊桃花，也毋知为着啥物即当阵桃木。即丛桃树啦已经去互扑掉，连根都无留落来，只敢若一个桃筒筒是筒木啦罗天伊竟是来评调一段桃树含桃仔有关系的代志行出小门，铁网同时将前阵甲桃花待伫即个位伫咧行政大楼头前，伊敲电话去互沈月照老师。铁网自第3开始收过沈老师几门课。做助教的时阵，又佫定去互安排替沈先生来印讲义解考卷考解考卷，登记学生的分数。迄年的女教授本来就真少，沈老师又佫无嫁50岁的人，独来独往。有2遍因为头壳晕，铁网就陪伊去卫生组看病领药又佫送伊转去伊住的所在。有时人出国开会，铁网也捌来即个温州街的宿舍来帮伊来看厝就是迄个沈老师若去开会如此种种，两人现约。拄则无试着歹势。两人依试着，既是师生又兼同事既是老师学生又佫兼同事，即种像姊妹即种情谊。电话里呢，伊袂言详情无甲即个详细代志讲出来，敢若讲要离开台北，想要含老师来道别月照就是沈月照老师伫咧电话迄边讲：我今仔日煮杂菜面，你要来食暗顿无？好啊。电话挂了，伊就驶出校外口，先伫咧新生南路的巷买老师爱食的果子，才找着旧路前来。即个位即是说即个位伊几番过往，尽是不同心情。也曾经甲阴凉牵手离过，也捌送过老师转去厝或者是来摕成绩。伫遮学人宿舍和普通宿舍
小隔壁吼，项拢年定定看到学校的老师，有时啊会拄着一个去互认出来，就会喊一声黄铁网。铁网有家己的形，伊加迄个济美的刘海，两个目睭像乌贼一般吼，两粒乌鳞啊，乌闪闪吼，又阁是无人有的一个名吼，加过的人真歹甲放袂记吼，即个名黄铁网吼。伊到的时阵，月照已经天河两大，歹势伊阁画面阁乌去吼。月照已经天河两大碗面吼，就着用电风咧吹吼，吹凉吼。天气是放歇热迄种翕热吼，就是暑假迄种翕热，无人有伊会发。沈先生含伊又阁拢无爱吹冷气，两人抑阁真正是有相共之处。铁网家己去灶骹摕箸，又阁替老师摕一双，两人对坐咧食面，电风摇过来摇过去，才啉一喙汤，铁网就直直学了讲：哇，真好食！个食着笑讲，阮小妹前几日仔来吼，含伊现学的啦，香菇一定着爱用姜去煸过吼，啊无会凉底，蒂头着爱切掉。较老一群人讲蒂头有毒啦吼，讲即个香菇的蒂头有毒，这是真正假啊？面食煞，铁网抢咧要去洗碗吼，又阁伊甲碗揢好势，转来到客厅的时阵，月照已经甲茶泡好，两人对饮茶水吼。做老师就问讲：啊，你一时的飞机啊，差不多拢办好啊？安尼问，铁网脑后才一按吼，讲袂出话吼。电话里我讲袂清楚，伊就甲伊收着贴仔的经过，前后讲一遍吼。如此安尼吼。听伊讲煞，月照才掂有一丝啊，然后才开嘴讲：我现业9:26。伊讲：我家己做学生的时阵，就足清楚，家己敢若适合做研究工作。而学术工作往往互人真歹兼顾婚姻，当然也有真侪专能的啦吼，但是我着无法度。这嘛是我当初时一直毋敢去捌感情的原因吼。铁网听老师安尼讲，煞无话讲吼。除了深知家己的性向，抑阁有一点，伫咧国外的时阵，我看过太侪受伤的婚姻。恁斗阵遮偌久，真正认捌无够2年，我真侪同窗，甚至恋爱10偌年才来结婚。照常是离婚收场吼。讲到遮，铁网忽然间插一句话讲：我即几年嘛听袂少即种故事。家己做一个结论，也毋知对无？离婚甲人的想法有关系，和结婚前的认捌认捌偌久偌长，都拢无关系。月照讲，你讲这话，我着放心。可见你无心不乱吼，一直保持冷静咧看代志。当初时我着发觉你有即个特质吼，可能也是学理工的查某囡仔较特别的所在吼。铁网颠倒煞无话吼。月照又阁问讲：你即马打算要安怎？铁网想一下，才讲：先离开台北，去山顶大一站。我参加过不读夏令营，2捌4年的师傅，定拢住伫台北，心拢硬去吼。然后咧，学校重新申请，我无想要和迄个人共学校，一切重新开始。两人点钱啦吼，一时啊。铁网想着讲，着爱阁上路吼，无好阁当面继续留咧，著是起身3时。多谢老师，我应该来。月照问讲，
啊，即嘛无早，即嘛已经无早啊，8点半你要去倒诶？比方讲是玻璃诶莲花寺啦吼，或者讲你去散心啦，散心是好啦吼。但是一个查某囡仔开车甲大半暝，也是会互人烦恼。尤其是后半段是山路，我愈想愈感觉无妥当，不如你踮遮歇一暝啊吼，明仔载去再出发。是，你讲。下面对安怎？哦，无讲哦，对，歹势吼。我知，去切掉啦吼，去切掉啦吼。好，安尼，好，歹势吼。伊逐日甲我讲是好，因为我无去注意着吼，我袂注意，我直直放诶尔吼。OK，希望着讲回应讲我是惊去麻烦老师啦，袂就笑讲你来，你安尼几时才来？以后也无阁无伫台北，要见面嘛无容易吼，咱着阁加讲一寡。希望着讲多谢老师，我一心想要离开台北吼，才想着即条路线，这叫做有勇无谋吧吼，无谋啦吼，书一算已经变较咩啦？一事一转法，就是看看来吼，两个人又搁做点椅啊吼，即个则轻松落来吼。过招着讲，拄则讲起阮小妹，我来讲伊诶故事吼。我叫做月照，伊叫做月东吼。细汉时阵呢，我定定甲厝里咧抗议吼，讲伊诶名较好听，月东着讲伊无伊会喊我换啦吼。好，咱后回再来看月东的故事吼。今仔读到遮，我直接伫即个房间开啦吼。伊逐讲即车会使开公开房，但是我无法度啊，我安怎看拢无法度开公开房啊。伊你敢会当甲我教者？我甲你 invite 去。是哦，安尼就是公开房哦，所以相款的物件，好啦。我知你意思啦，我知意思。我进前就是拢伫遮开，后来是想讲会当伫个外口开的时阵吼，你的朋友伊的壁顶拢会看到，伊的壁顶拢会当看到咱即个房间。我毋知，我著直接你讲，歹势。安尼吼 ，OK 好，安尼所以就是相款的意思，就是讲，即嘛朋友，你的朋友嘛是会当看到即个。OK 好，不要紧啦，不要，安尼吼，无要紧啦，我后回佫开始踮咧外口开啦吼，我伫就是各路客，吼，录音就是我 YouTube 拢有录音啦，就安尼吼。好，安尼，啥物足奇怪，我逐遍若咧找迄个要哪 co-host 的名单内底拢看袂着你，我嘛毋知为虾米。还是讲你拢咧上班啊嘛，较无方便。好，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吼。